上去打通，那个是 4S 店吧，现在进去看看，但是上高铁。我呢想要出去一人一车自驾游，所以呢我要来看一下这个车。哟，你不是个玩一个，那这个和商务车差不多嘛？那这个中顶的话能不能站直？你开来，让我试试。我身高是1.6米，正好。这个商务车多少钱呢？18万多。我正在纠结呢，是用这个商务车改床车，还是用中顶的改房车？一般坐着，一般旁边嘛放个床。太小了啊，小是小点，否则就不叫床车了，叫房车了呀。他们不改这个了，这个还大。问题呢，就是万一打退堂鼓的话，那就成鸡肋了。这个车怎么弄呢？当一般的家庭用车吧，也太大了，太高了。像这种车改个床车吧，只能睡觉，吃喝拉撒都要在外面，也不方便。但是呢，好处就是有退路了。万一不出去的话，那就普通家用车，各有利弊，纠结的不得了。你知道一人一车什么概念吗？就是以车为家。到了荒山野岭、刮风下雨，这个就是唯一的庇护所。这款车多少钱呢？高倍14万。奥德赛要翻个倍来。你这个车能不能让我试驾一下呢？高顶短轴的，来来着，半夜杀你。还有一种车子还被人家来试开始，不抓鱼你毛怪！为此我个宏伟之王，好出去的。一人一车自驾游，反离沙真的一步。我跟你讲，我从来没有开过这么大的车。哟，我把位置再挪前面，我的腿比较短。手刹，往上拉一下。哎呦，这么紧啊！我很紧张的呀。这个车跟我平时开的小车是不大一样的。哟，什么声音啊？锁车的声音。锁什么地方呢？就车门嘛。万事开头难，凡事都有第一次。右转。你不要紧张啊！今年第19年了，老驾驶员了。这个车怎么油门踏上去反应很慢的？还好吧，个人习惯。10万块里的汽车发现后岁数3个箱子。哎呦，怎么声音这么响呢？挂档啊，我知道要挂档。档位上去了，这个声音就小了。我这个光辉形象要放到自媒体上面去的，我要给我的粉丝去看的啊！你要给我拍好啊！哎，还红灯。哦，对的，哎呦，我还看了那个自行车，哎呦，幸亏你这么一喊，否则就闯了。